癱瘓緊政府啊！邊個做呢啲嘢？你收爹啦你死閪人！同佢鬥大聲！同佢鬥大聲！係鬥大聲！癱瘓政府就係你哋公民黨呢班人！你幫外傭爭取居港權嘅，你收皮啦！等佢你啊！原來係你喎！咩事啊？我撐政府關你咩事？收爹啊！我撐政府關你咩事啊？你唔俾人哋撐政府啊？佢哋就係有違規言論，點解違規言論？收皮啦！幫外傭爭取居港權，幫外傭爭取居港權，收聲啦！我哋撐政府。